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来看宣教的使者的第3讲。头前2讲，牧师有甲大家分享早期宣教师来到台湾，因有7个真重要的宣教精神。今日我要将这个焦点放伫你甲我的身上。因为咱已经听过前辈安怎伫即块土地顶面来宣扬福音，应用什么款的精神来宣扬福音？咱今仔日也应该爱承接即款的精神、即款的使命，互福音不断伫台湾被宣讲，互更较侪灵魂来得到救。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你的话充满气力，会当更新调整、改变阮的生命。阮要将阮本身完全交代，仰望伫你的圣手。求主开启阮的智慧。互阮会当明白你话语的奥秘，有信心、听心，照安尼去行，来延长你的性命。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做一个现代的宣教的使者，咱有几个真重要、需要学习的要件。首先，咱来明白。咱为什么爱诚做一个宣教的使者？为什么爱出去传福音？上界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之所以要诚做一个宣教的使者，伫咱所徛起的所在传福音，是为着要满足上帝的心意。其实咱每一个人活地，就是要满足上帝的心意，传福音是完成上帝心意的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因为对圣经中间，咱对旧约看到新约，咱拢会当发现，上帝在彻底敲碎伊失丧的囝儿。比如讲，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的嘴安尼讲，伊讲平素无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无敲找我的，我互因拄着；无称做我的名的，我对因讲：我伫遮，我伫遮。咱看见上帝遐尼主动，要去敲找遐个未认捌伊的人。上帝遐尼主动，要去找回，要去挽回所有失丧的囝儿甲查某囝。所以对过去到现在，上帝一直咧找人，一直要想要甲人和好，互人会当得到真实的活命。所以用真济办法，找见真济先知。来到咱的中间，对咱传讲上帝的心意。最后，甚至伊将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献互这个世间人，互伊来到世上。耶稣来到世上，伊安尼讲：伊讲人子来，是为着要敲找拯救失丧的人。伊讲，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就是为着要敲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咱知影，传福音是上帝的心意。上帝希望咱会当透过福音的分享，去敲找拯救失丧的人。既然传福音是上帝的心意，所以传福音就是
教会的任务，就是你我的责任。咱教会爱看传福音做咱的使命，透过安尼来祝福人。亲像拄则所读的圣经第25节安尼讲：为着恁的利益，上帝将这任务交予我，互我做教会的罗幕。这任务是爱我传播上帝完整的信息。保罗讲，伊对上帝遐领受一个任务，这任务就是做教会罗幕。这任务就是爱去传播上帝完整的信息。咱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咱受拣选的儿女，咱已经得到福音的好处。咱应该爱将这款的好处，甲也未明白耶稣基督的人分享，应该将福音传出去。这是咱的责任，是咱的使命。传福音既然是使命，安尼传福音是啥物货？就是将上帝完整的信息传给别人。啥物是完整的信息？完整的信息，就是圣经中间26节到27节所讲的，上帝的计划，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牺牲，为人带来救赎。亲爱兄弟姊妹，咱看今日伫咱台湾，有遐尼济人需要福音，有遐尼济人也未明白耶稣基督。咱伫疫情之前，台北市根据统计，差不多10%，就是1/10的基督徒。但是疫情了，这数字降低，也就是讲，咱还阁有90%几的咱的同胞，也未接受耶稣基督，也未得到拯救的福音。所以，这就是咱的责任。保罗伫罗马书第10章13节到15节安尼讲：既然呼求主的人的确得到救，但是因无信，怎样呼求伊呢？因无听，怎样信呢？无传，怎样听呢？无奉差派，怎样传呢？拄亲像圣经所讲的，传福音的人，因的脚领有偌尼啊水。咱若要成做一个会通行出水的脚领会传福音的人，咱就爱尽力去传。因为若无分享的人，遐无听过福音的人，怎样会当得救？这就是咱的责任。咱来知，对过去到现在，所有传福音的人，拢将传福音当作伊生命上界重要的代志。咱看来到台湾，奉献伊一生的葛玉霞修女，伊伫32岁的时阵，接受这个瑞士修女总会指派。对瑞士来到咱台湾，伊选择当时上界偏僻的台湾的台东的地区，伫遐进行服务。伊32岁来，82岁才转去，总共伫台湾工作50冬。伊总是穿同款的衫。伫关山成功偏乡的所在，替民众看病，甚至拄着真侪家庭经济状况无好的人，伊差不多无对遮个病人收费，伊就是用心要透过伊的行动，互人明白上帝的听。
但是因为年纪愈来愈大，伊的体力愈来愈衰烂，身体嘛愈来愈无好。伊的同工讲，我的任务已经完成，所以我要回去我的国家瑞士，伫遐安养伊度过伊最后的这段时刻。有人讲你啥无要留伫台湾？你过去奉献互台湾遐尼济，台湾人应该爱照顾你。伊讲，伊对上帝的呼召，就是要成做台湾人的祝福，就是要将福音传互台湾人。伊无要成做台湾人的负担，所以伊即摆已经无法度服侍啊。伊就等于伊的国家有人会照顾伊，所以伊对咱即块土地，原本底是甲伊一点仔关系也无的百姓，伊将因的得救当作是伊的责任，甚至伊嘛无要造成台湾人的负担。亲爱兄弟姊妹，即款的精神，就是咱今仔日每一个基督徒所欠缺。咱敢有将别人灵魂的得救当作咱的责任？如果你若有，咱来学习，咱知影传福音是咱的使命，咱的责任。安尼要安怎去传福音？今仔日的圣经节嘛，互咱一寡提醒。传福音第一需要的，就是爱热切，爱坚持。今日所读的圣经的第24节安尼讲：我现在感觉为着恁受苦是一件快乐的事，因为我伫肉体顶面受苦，等同继续咧担受基督为着伊的身体，就是伊的教会所忍受未完成的苦难。圣经也教导咱讲，保罗写这条批信，是因为伫福音的缘故，受关伫家牢顶面写的。所以伊伫一开始伊就表明，伊为着福音的缘故受这款苦楚是欢喜的，伊无任何埋怨，反倒是充满喜乐。伊明白伊是为耶稣基督来做，是为着要完成耶稣基督也未完成的使命。伊为着教会所受的患难，虽然真艰苦，虽然受关家无自由，但是却是有意义的。虽然是患难，但是却是欢喜的，因为通过这款的受苦，伊有份伫基督耶稣救人的事工中间，咱要带互别人祝福，要参与伫耶稣基督救人的事工，咱得爱有一种热切甲坚持的信心，亲像保罗同款。今日咱伫台湾做基督徒，实在是真幸福的代志。咱毋免阁因为信耶稣来受迫害，咱嘛无任何一个人去传福音，去用攻击。但是咱也知影，上时这时间，伫真侪国家是袂当传福音的，传福音会去用人去关，传福音会受阻挡，会受迫害。所以咱是幸福的，但是敢会因为伫即款安逸的环境中间，都互咱失去做见证的能力，互咱失去火热的心，甲传福音的热诚。有传无传拢袂要紧，反正嘛袂安怎。这是真侪基督徒的心态，咱来将即个心态改正过来。咱来相信一件代志：
如果咱若愿意，较热切的，较坚持一点仔时间，可能一个灵魂就因为安尼来得救。过去我伫台南富强教会服侍的时阵，阮拢会组织一个探访团，每一礼拜拢会去无共款的家庭，去替因祈祷，去做一个简单的礼拜，也是大家做伙组织为别人祈祷。阮中间有一个姊妹，伊对伊的家人、厝内底人有真大的负担。伊带伊的囝带来教会，礼拜耶稣，但是伊的先生一直真固执，无要相信耶稣，所以伊就讲牧师啊，敢会当安排较一遍来阮兜，阮开放。咱伫遐祈祷，安尼无一定，阮先生伫厝里，嘛会当有机会接触到信仰，接触到福音。阮讲好啊，就去因兜拜访。因先生是真有礼貌，伊是伫一间大专院校咧做老师。阮去拢会甲阮真热情，甲阮接待，甲阮倒茶，甲阮准备水果。准备茶饼，然后伊准备了，就讲安尼恁无用恁的代志我家己要无用我的代志恁无用这我袂晓啦，就去坐伫边有时走入去家己的房间，有时会坐伫离阮一段距离的所在，伫遐看报纸，伫遐看册。其实阮知影伊有咧偷听。所以阮就吟诗就吟较大声，选择较有福音性的经节来分享。第一遍，伊就是安尼，第二遍但是伊嘛是拢真欢迎阮啦阮若要离开的时阵，伊拢会阁出来送阮出去阮就一遍去，伊拒绝甲阮做伙聚会；第二遍去，阁拒绝甲阮做伙聚会但是阮有一个感觉伊开始哪坐哪近头去坐足远的，慢慢因为可能听无啥有，所以愈坐愈近，愈坐愈近。到有一天伊拢走来讲恁唱即条歌真好听阮就讲咱来做伙唱就邀请伊来唱。唱了伊嘛是讲恁无用恁的，我来边仔坐但是伊就是坐伫边听阮咧讲啥。结果5遍、6遍、7遍，可能差不多到第20遍的时阵，伊已经坐伫阮的中间，甚至会分享伊的想法。后来伊来到教会接受洗礼，甚至到路尾比伊的太太较服侍搁较哪温困。我常常咧想即件代志。如果阮第一遍去，伊若阮拒绝，阮就放弃；还是讲去4遍、5遍，伊若阮拒绝，拢无要参加阮的聚会，阮就放弃。今仔日伊就袂认爱耶稣，伊就袂接受耶稣做伊的救主。这对伊来讲是偌尔大的损失，对伊的太太来讲是偌尔大的悲伤。但是因为这群人愿意安尼做，佮坚持一遍，为着伊佮坚持一遍，到落尾伊就得到救。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热切佮坚持。就是保罗先生所表现出来，这种精神是咱来学习的。只有安尼，才会当得到灵魂。如果咱感觉传福音是咱的使命，咱嘛
愿意热切甲坚持。安尼，咱到底要用什么款的方法来传福音？这段经文嘛，互咱真好的提醒。伊安尼讲，所以咱所有的人传扬基督，用各样的智慧劝诫、教导大家，为着要互每一个人成做成熟的基督徒，将因带到上帝的面前。这段经文互咱两个提醒：第一项，就是爱所有的人传福音。无任何人无需要福音，所有的人拢是咱传福音的对象。上帝的意思是爱万人得救，无爱一人沉沦。咱要对倒位开始？就是对咱身边的人，对咱的亲戚朋友，对咱认捌较深的人开始。所以，牧师，咱最近咧推动这个生命树的事工，就是希望咱对咱身躯边的人，咱感觉伊也未认捌耶稣，也未得到救恩，咱将伊的名写伫卡片顶面，来挂伫顶面吼。大家毋通看头前真济吼，后壁还佫空空，佫需要真济人来参与。咱也知影，咱其实是简单做遮个代志，咱将伊的名写落来，每一礼拜咱拢提名提祈祷。咱只要对伊传福音，有机会将伊带来教会，这就是咱的工作。伊要得到拯救，无要得到拯救。拯救的主权是在伫上帝，毋是在伫咱。咱只要尽力做好咱的角色，安排有机会互伊认捌耶稣，这是咱来做的。所以鼓励咱继续来做，而且这段经文也对咱讲，爱用各种无共款的方式传福音。亲像咱顶回所读的经文中间，保罗先生讲，对犹太人，伊就诚做犹太人，为着要得到犹太人；对这个律法以外，就是外邦人，伊就诚做外邦人，为着要得到外邦人。软弱的人，伊就做软弱的人，为着要得到软弱的人。为什么？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救较侪人。咱看保罗先生，伊用尽办法，决意要将福音传出去。为着救人，伊用心计较，伊尽力用接受福音的人会当接受的方式来传福音。目的只有一个，要救较侪人。亲爱兄弟姊妹，上帝互咱有智慧，互咱会当用各种无共款的方式来传福音。只要你愿意，一定会当将福音传出去。咱有真侪新朋友会来到教会，咱会当有机会就把握机会，好款待因，有机会甲因分享咱对福音得到的好处。咱后礼拜5无庄有办一个活动，就是咱有邀请杨思邦医师，伊是一个作家，伊要来咱教会演讲。有真济读伊的册的人，可能毋是基督徒，伊本身嘛毋是基督徒，可能因为听到伊要来演讲，伊会来到咱的教会。请大家注意，这人有可能是伊人生第一遍走入教会，所以咱得爱好款待这人，
互因对教会留落搁深搁好的印象。这就是咱传福音的一种方式。圣经中间28节安尼讲，为着要互每一个人成做基督徒，将因带到上帝面前。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咱将咱的朋友带到上帝面前，互上帝亲自对因做工，互因有机会认捌上帝，甚至有机会来接受福音。最后一项要甲大家分享，咱有想要用各种方式去传扬福音，咱着爱挖靠上帝气力，咱才会当完成这个工作。圣经中间29节安尼讲，为着这个目的，我运用基督赐予我的大能力，毋惊艰苦，尽力工作。这嘛，互咱两项提醒。第一项就是要传福音，爱挖靠上帝。保罗毋是用家己的能力来传福音，反倒当是挖靠基督的大能力来传福音。咱要传福音，嘛爱有共款的即款的明白。咱既然有机会对人传福音，咱着求上帝，互咱有智慧，互咱有气力，互咱有机会将福音传出去。我看见着真侪传福音的教会，人数大大增长。详细去了解因的事工，有两件代志是袂欠少的。第一件代志就是读圣经，第二件代志就是祈祷。我咧读早期台湾的宣教书，我发现有能力、工作有效率的宣教书，拢是真温困咧读圣经、真温困咧祈祷的人。透过读经甲祈祷，因领受传福音的能力。我读巴克咧牧师的传记的时阵，我有一个深深的明白，伊工作的能力的来源是在于伊对上帝专心的挖靠。伊来台湾工作60天的时间，伊本身有真大的温数，但是伊无掠安尼做骄傲。伊捌将圣经对新旧约拢翻译做咱台湾的白话字，所以咱了解伊对圣经是非常的熟，特别伊的记忆力真强。听讲伊新约圣经差不多会当规本拢背起来，但是伊无因为安尼有一天无读圣经。我捌看到一个记录，迄个时阵车派因的即个车会，有一遍伫亚洲的所有的宣教师拢将因集中伫上海，伫遐做啥货？做圣经考试。要考验这宣教师对圣经的明白够深。巴克的牧师是考第1名，所以伊对圣经是非常熟，但是伊从来毋捌无一天无读圣经。伊早起是读一章，暗时读一章，新旧约轮流读。伊安尼讲，不管得时无得时，总是爱读圣经。无论固定的时间，也是无固定的时间，早起时、暗时，还是中昼时，一章一节一句，拢会当补足咱日常的需要。但是爱明白，毋是这个字句，互咱得到福气，是靠圣神的引带，透过祈祷来受上帝祝福。所以读圣经甲祈祷，这是伊会当工作做遐尼美好的工作的一个气力的来源。咱若去南部的史料馆来参观，咱会看到这领衫，
这是巴基勒牧师暗时咧困的时阵穿的困衫。这件衫无啥物特别的，较特别的只有一个所在，就是这件衫真长啊！吼，因为巴基勒牧师人真悬，但是这个衫会上落尾遐，吼，是有破去佮补的分量，补去佮破，破去佮补，补几啊遍？为什么？因为迄是骹头夫的所在，伊每一暗拢是穿这领困衫，跪伫伊的册桌仔面前，一边读圣经，一边祈祷。伊就是用这款的精神来维持伊传福音的困难。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今仔日要愿意诚做一个宣教的使者，咱就是爱靠读圣经，爱靠祈祷来倚靠上帝。第二项，咱这段圣经甲咱讲，爱毋惊艰苦，尽力工作。咱若已经决志要诚做一个福音的使者，咱着爱尽力工作，将传福音诚做咱生命的一部分。如果咱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拢会当安尼做，我相信复兴的时间已经到。若咱大家有感动，将传福音当作咱的使命，当作咱上界重要的工作，福音的事工一定会大大进展，一定有真侪人会当因为咱来得到福气。愿上帝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愿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今日的信息，互阮明白，要有真侪人需要福音。阮来诚做一个宣教的使者，求主装备阮，互阮会当将得到别人的灵魂，当作阮真要紧的事工。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